尊敬的民考汉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要继续翻译《勇敢的活着，不用担心》这本书。消化系统的疾病，比如说胃炎、胃溃疡等疾病的发作原因之一是本人自己的感情、情绪等因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要说，那些病人的疼痛在于他们的脑袋里。你听了这段话后可能会说，不要这样说，那些病人正在受苦呀。过于的恐惧、担心、自私和适应不了周围的环境等等因素使胃炎、胃溃疡病人当中占好多的比率。如果人要是自己解决担心、不安等因素的话，现在去医院看病的70%的病人可能给自己当医生，却是神经性消化系统的整体上的平衡紊乱而引起的胃炎、胃溃疡、心脏病、睡眠不好、头疼、麻痹等病人折磨之中。但是我说的这段话不是开玩笑。以前我也得了胃溃疡，折磨了12年。如果整天你过着过于的担心的生活，那么出现胸闷的话就开始出现不安，如果不安的话你就开始恐慌，这些症状刺激胃的里面的神经，影响了胃的正常的分泌，所以这些以上的症状就可以引起你的胃炎、胃溃疡的原因之一。最近我多次交流了美欧医院的著名教授哈洛丽达医生，这位著名医生是美国工业医师协会的成员，他讲述了他自己研究过的这些事。他说，高收入的176个企业家的平均寿命是44.3岁，这些企业家里面1/3的人已经得了心脏病、消化系统的障碍和高血压等疾病。这以上的3个疾病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继续的紧张的工作而引起的。他们为啥为了成功献出了这么多的贡献？你们想想看，这些企业家的平均寿命只在45岁左右。如果他们自己的行业里发展得很好，但是反而得了重病，你们想想看，这些成功有什么意思呢？假设说他们得了重大的病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价值呢？人无论如何过着怎样的幸福的富裕的生活，有钱，不过每个人睡在一个床上，一天吃3次饭，其实这些事儿连清洁工都可以做到。再加上清洁工更舒服的睡在床上，更享受吃饭的时间。那些企业家的所谓的神经性的病，不等于神经上有什么毛病，只是他们的过于的恐慌、不安、没有自信心等等心理上的障碍而引起身体上的疾病。现在好多医生的最大的缺点是，他们只治疗病人的身体上的问题，没有治疗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问题。实际上大家都知道，人类的身体和精神是一起的，所以必须一起治疗这个2个因素。谢谢大家。
今天翻译到这里。